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今天是12月的第一周，然后也是待降节的第一周。然后我们虽然在世上有很多人都在庆祝圣诞节，但让我们能够不会忘记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是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候，邀请每一个人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来赞美。好吧，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投影片上面的我们可以宣告神的属性，一起开口来赞美。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安慰的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的荣耀的君王，让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你，主，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们的里面，谢谢你来到我们的里面。主，哈利路亚，我们在这时候就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用我们的肉和神说来赞美你，主是配的。
权柄和能力。愿尊贵荣耀。圣在全地唱，神在神。